肩关节疼痛是中老年人患者常看的问题，大部分因为退化、欠缺运动，或者是过度劳动所造成。另外，旋转肌腱的断裂也是常看的原因。台南市立病院骨科医师张浩明表示，旋转肌腱的断裂造成肩部的疼痛，另外手嘛无法度举悬，随着断裂肌腱内缩，肩关节软骨嘛会磨损。治疗上会先靠药物加物理的治疗，如果效果无明显，就要考虑肌腱的修复，甚至做人工肩关节置换。旋转肌腱的断裂是很多老人家的患者常见的一个肩膀疼痛的原因。那旋转肌腱断裂的话，常常可以看它的严重程度，然后有不同的治疗。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使用保守治疗，比如吃药、打针、药物注射等等的，可以缓解疼痛。那如果说旋转肌腱的破裂太过严重，或者是说保守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就会建议使用关节镜的肌腱修补手术。但是如果有时候因为时间拖太久，或者是说它肌腱的破裂太过于严重的时候，连关节镜的手术去做修补的话，成功的几率都不大的情形下，我们就会建议使用这种新式的这种反式的人工肩关节置换手术。那它的效果就是说，因为肌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修补，所以说我们就是利用一些特殊的设计，然后让这个三角肌去代替我们的旋转肌去做一个手臂抬举的一个活动，进而减少这个疼痛的问题，然后也可以增进生活的品质，还有改善一些生活上需要的一些动作。医师表示，新型的反式人工肩关节甲传统的全人工肩关节无同的所在，是调整肩关节的旋转中心，让病患借由较强的三角肌取代严重破裂无法度修补的旋转肌腱。虽然手术的预后较好，但价钱较贵。目前健保局嘛通过专案的审查方式进行申请，提供肩旋转肌腱断裂无法度修补的患者一个治疗的选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